首先好多謝大家對我嘅關心，其實唔需要擔心啦，我亦都而家已經完全康復啦。不過暫時都要休養一段時間，暫時唔可以太操勞住啦。咁最主要就係早輪咧，就因為咧自己有咗高血壓，因為我咁耐以嚟咧一路都冇做過身體檢查，自以為是，即係以為成日有做運動就身體好好。點不知一出咗事之後，原來係高血壓，影響咗一啲血管。而家經過醫生，亦都唔需要話做手術，只要控制個血壓等佢慢慢康復咁就可以冇事。所以早輪呢，其實出咗呢個新聞之後呢，好似嚇到好多朋友，亦都嚇到好多關心我嘅一啲香港嘅觀眾朋友。喺呢度呢，我好多謝你哋對我嘅關心。其實唔係將而家已經冇事啦，你放心。我希望會有朝一日咧再翻嚟重新再翻嚟香港拍翻多啲好戲俾大家睇，去報答大家。Thank you。